做婚礼就是今仔日恁两家。今仔日吼，最特别的吼，咱就是嘿，咱要伫遮，咱拢伫遮讲囡仔讲吼，嘛是段时间啊啦吼。啊，今仔日就是换到恁这组吼，准备较做好诶，你看迄红仔有水无？水哦。嘿，做认真的吼，嘿，啊，咱要讲的是要掠天星啦吼，嘿啊，啊两个是台湾系哦吼，所以咱给恁特别加油哦，台湾系来讲台语故事吼，嘿，大家加油哦吼，好，来给恁拍拍啊一个。不是，我感觉爱来摕一个半关节仔的椅啊。开心，会啦，好，小朋友牛仔。牛仔。好，恁敢知影今仔日我要讲啥物故事？唔知。知吗？今仔恁回答就有糖熬，还有果冻哦。啥物？天哈？吃掉，无唔对。好，你敬一个，做济。好，对，阮今仔日要讲的就是安怎掠天星。好了，安尼我要开始哦。好，就是足久之前有一个查甫囡仔，伊足介意天星。啊，恁呢？恁介意天星吗？有吗？普通。啊，你呢？你有介意无？你无介意？好，不要紧。普通嘛，不要紧啦，好，然后啊，伊逐工暗时拢会伫窗仔边看外口的天星，伊就看的，就想讲，好，我嘛想要有属伊家己一粒的天星哦。伊就想要有家己的一粒天星。好，煞来咧，伊就想要去挽一粒天星，因为伊想要甲迄粒天星会当双美相吹。然后因若是变做好朋友的时阵，因就会当做伙去散步，然后行长长的路到足侪所在去耍。对，所以咧，伊就决定，伊安尼想嘛是无办法，就爱去掠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伊就早的时阵就出发，因为伊感觉迄时阵暗时天星已经伫天顶足长的时间啊，所以透早的时阵伊就会足忝，就会当足紧就掠着天星。好，啊，等下会讲伊掠天星足侪方法咯。啊，我就想要问恁啊，那恁今仔日想要去掠天星，恁会安怎掠？啥物想法拢会使？恁感觉咧？甲写落来。唔知啊，好，不要紧，咱就看伊安怎去掠天星。好，就是伊足早就出发啦，然后伊就拢无看到天星，找足久拢无看到天星。伊等，食了中昼，然后连暗顿拢食完啦，拢还袂等着。恁感觉咧？为什么？足简单哦。为什么等足久天气烂未？透早看袂。对。哎，今日对。你讲了真赞。跳。对。好，所以伊就等，非常的久，总算日头落山的时阵，伊总算看到一粒天星啊。好，伊就开始想讲，好，我即摆要来看要安怎掠即粒天星哦。伊就想讲，伊跳起来就会当掠着，恁感觉会使吗？对啊，无法度啊，伊遮尔矮，对不对？伊就跳起来嘛掠袂着。
然后伊就想讲啊，我想矮啊，啊无我爬树仔好啊，爬树仔看敢会当抓到一粒天星，会使吗？袂使，因为树仔嘛无遐悬啊。然后伊就想讲，哦，啊无我摕一个工具好啊，用救生圈、甲蛋、甲套来，像套圈圈安尼，会使吗？恁感觉套会着吗？对啊，遮尔远，对不对？好，啊，因为伊是敢若是一种外星人安尼，所以伊就讲，伊就想要坐太空船去月球遐伫遮掠天星。啊，可惜的是讲，伊顶礼拜已经甲太空船的汽油用完了，所以伊就无法度坐太空船去掠天星。好，最后伊就足失望啊，然后伊就想讲啊无看有啥物动物会当帮伊飞去天顶掠天星，伊就找着海鸥。海鸥是啥物动物？海鸟什么？海鸥。对，海鸟吼。对，伊就想讲去找一只海鸟会当帮伊掠天星，但是迄个海鸟竟然拢无爱插伊。然后伊就想讲，吼，安尼啥物办法拢试过啊，伊就拢也袂着天星啊。但是伊就行到海边，就看到顶水面竟然浮一粒天星，伊就想讲啊，这一定是天顶落落来的。安尼伊就会当用手去甲伊抓起来。但是这是啥物？是真正的天星吗？呀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真厉害，来，对，这只是天星的影，所以伊嘛是到最后嘛抓袂着天星。好，但所以伊就足失望啊，因为伊真正就想要甲天星做好朋友，对不对？然后伊就行，离海边行，好。总算看到一个足像天星的物件，你有这是啥物？好，你讲。对，这是海星。无毋对，伊就找着海星，然后伊就甲伊当作是天星，然后就甲伊牵手做伙散步，转去因兜。好，结束。